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澳大利亚教育部任教的张宇健先生最近参访达兰萨拉。张先生曾在澳洲完成高等教育，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分别完成了中学的教育，一直是西藏议题长期关注和支持者。在藏日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岑先生的协助下，于今年1月获得了私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今天他将向观众朋友们分享他对西藏华人以及中国青年一代的看法和见解。欢迎张先生来西藏之声做客。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西藏？什么时候有了和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的接触呢？我记得我最早了解到西藏问题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读的是安大略省中学，在马来西亚。当时呢，我记得我走进了我们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就看到了我们的教科书，尊者的画像就被印在上面。所以说，这是让我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从官方的课本中看到尊者画像，因为那是史加拿大的中学，当时是一所国际学校，在马来西亚。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次去参加尊者的法会，那时是2017年在石轮金刚法会。当时我和一个澳洲朋友，还有一个美国朋友，我们租借了一辆吉普车，从加德满都租车去印度的尼泊尔，印度的菩提迦耶。记得我们当时是通过了2个关口，尤其是到了 Raxol 和 Bigang， 就是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处。在我们一行人等于是经过了尼方的审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尼方的移民厅。那时呢，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就是当时有一位藏人奶奶以及一位藏人中年人，他们也是在办理移民手续。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并没有像中国政府管理的那么严，也没有像欧洲、美洲、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管理的如此的严格，看来中国政府还是挺人性化的。当我到达了车上以后，就是我们在完成了入境手续，到达了车上以后，我美国朋友就跟我说，你看这2位藏人现在正在赶回西藏的路上。我心里就是惊惊的，就是也是完全就是说没有任何表述的方法，因为这是让我就是非常惊颤的。当我们到达了就是印度的检查口时，我们就是完成了检查。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印度还没有就是实行就是说电子检查，那时就是非常的麻烦，就是说你所有的文件在登记以后需要发到新德里，然后呢由新德里那边批准以后再发到印度的陆路边界。当他们得到批准以后，他们才让我们放行。当时我记得有很多的游客，也有很多信众通过陆路口岸去印度，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位美国的妈妈带着她比较年轻的孩子去通过印度的口岸去印度的菩提迦耶，这让我记忆非常的犹新。然后我们到达了菩提迦耶以后，那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程，因为当时来参加石轮金刚法会的人非常的多，我和我美国的朋友只能住在帐篷里。这让我想起了就是说尊者去那个英格兰的时候，去参加了那个当时那个格拉斯顿伯节的音乐节时候，就是在英国的 Somerset， 当时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那时候我记得我去参加石轮金刚法会也是这样，我们都住在帐篷里，然后呢就是第2天早上我们都要起来，然后就在外面进行洗漱，然后呢晚上睡觉也是要在帐篷里。当时是那个很麻烦，所以说总的来说那时候是身体是劳累的，心灵是快乐的。然后呢，我记得当天一起来，一位来自澳洲的一位尼众，他就跟我说，你们要赶紧排队去注册。那时我记得去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安全部，在菩提迦耶的那个地方，那时候人就非常的多，因为那时大概有20多万人来参加尊者的石轮金刚法会。所以说就是因为尊者的这种感召力之下，所有的人来自世界各不同国家，他们都来到菩提迦耶这个地方来参加尊者的法会。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很多中国的法友们，他们都戴着口罩和墨镜来菩提迦耶参加法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就是说中国的法友们来参加尊者的法会，就是说没有需要就是说戴着口罩，没有需要戴着墨镜来参加尊者法会，能够像和别的国家的信众们一样，这种自然的来参加法会，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我记得开始的最几天，当时呢尊者是准备着前行仪轨，我当时心里是充满着好奇之心，因为中国的媒体一直宣传尊者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藏独的领袖，但是呢西方的媒体是保家赞扬，所以说我当时心情是疑惑的。这也像很多华人朋友们一样，他们心情是疑惑，即使他们移民到海外，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听到中国的媒体中共的媒体长期宣传尊者是妖魔化，是很危险的，但是呢西方媒体一直保家赞扬，所以说我在想这种困惑之情每个人都是有的，所以说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困惑。我记得1月5号的下午，那是第一次尊者开始讲经，当时尊者挑的是2部，一部是入菩萨行论，另一部是修次中篇，所以说这是尊者在给予灌顶前主要讲授的内容。所以说尊者对入菩萨行论，我个人认为对入菩萨行论就是尤其从不同角度对菩提心的独到的分析。虽然就是说我记得我当时坐着很远，和尊者相隔是非常远的，但尊者就是对于菩提心的分析真的是让我热泪盈眶，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就是17年的时候，坐在十轮金刚会场，远远的看着尊者，听尊者讲解入菩萨行论。然后7日的下午呢，就是说是由法会的法语翻译，我记得当时尊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前行讲经的内容，通知来自就是早上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信众去觐见尊者。我记得那天早上就是要觐见之前，就是排着非常的队，大家都是心情焦虑，都是他们不畏惧这种艰难，来到菩提迦叶来参加尊者的十轮金刚法会，来获得尊者的见解。我记得尊者在结束之前还特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当地人或者我们家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威胁或者警告，我们可以立即返回。他会在几天就是灌顶中把我们关想在内，以确保我们透过网络来参加法会也能够受到灌顶。我记得尊者还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祝福着，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中国大陆信众。所以说那一幕是历历在目，因为我当时是坐在第2排，虽然说和尊者有点距离，但是还是正对尊，所以说我记得是非常的清楚。你还在中国境内时，一定看过许多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诋毁和诽谤。你来到民主国家后，并且今年年初获得了私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你觉得中国跟中国宣传的有什么区别？能否和我们具体谈一下？好，我非常想谈一下，就是中共对于尊者的宣传，以及就是说我在西方国家看到和对尊者的宣传的不同，尤其是我最后会讲一讲我和尊者的私人谈话中我们谈到了哪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想让观众们知道。就像我们知道，中共对于尊者的宣传，长时间来这种妖魔化的宣传，对海外藏人、对藏人行政中央这种妖魔化的宣传，已经让大家，尤其是中国的民众，都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海外藏人在寻求独立，海外藏人要把中国分裂出去，海外藏人要使用暴力，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和我朋友谈到中间道路的内涵内容之后，他们就会很高兴的去支持。所以说西方国家一般是宣传对尊者就是非常正面，因为尊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尊者他的理念，尊者他的信仰，尊者他这种慈悲心为怀的精神感动了大家。所以说中国，尤其是中国人，当他们移民到了海外，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说我推荐很多中国的朋友们亲自来达兰萨拉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观点看一看这个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是和中共当局说的一样呢，还是跟西方媒体说的一样，还是您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我记得今年年初获得了私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我记得我那时当时等在大乘法院的办公室里面当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那时大家都是先参加公开觐见，因为我是私人觐见，我坐在之后，前面有一个僧人也是接受私人觐见，因为我们当时有谈论起来，他这位新任僧人就是新任的于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竹家仁波切。所以说那位仁波切非常年轻，他去台湾就仅仅花了8个月的时间，
他的中文和汉语已经是非常非常流利，所以说我对仁波切非常的赞赏，所以说我自己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他跟我说是尊者任命他为这位新任的仁波切，就是住持，担任扎什仁布寺的新任住持，因为当老的住持去世后，他们要有新的住持上来，所以说我对他非常的敬佩，我也看到了尊者的眼光，正是因为他这种独到的能力，尤其说语言学的天赋上来说，他是能力非常独到的。我感到就是说，华人联络官，因为我这次申请进见是在格桑坚参先生帮助下，他是驻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华人联络官，我感到非常的就是荣幸，因为离我那么近有这位华人联络官。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格桑先生是在去悉尼的路上，那时候我们在悉尼的科技大学见了面，当时他在参加一个论坛会议，所以说他非常耐心的向我讲解了中间道路，向我讲解了西藏的问题，向我仔细分析了现在中国政策对于西藏，尤其是对于海外藏人是怎么样的。我记得之后我就进入了办公室，在财家先生就是尊者的华文秘书引导下，进入了办公室，接受了觐见。尊者非常高兴地觐见了我，所以说我们谈到了4点，我在这里要仔细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尊者就是他给我的印象是叫什么呢？叫 down to earth， 用国内非常流行的词汇说就是接地气。尊者他是非常的接地气，我从尊者身上看不到一丝就是盛气凌人之感，透露的尽是和祥和慈悲之情。我们在双方的就是讨论中，我们谈到了很多主题，尤其是佛法的传承、那烂陀的精髓、中国、日本的佛教，以及学习大教典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变质。那所以说，首先呢，我要特地讲出的就是男女的平等。尊者谈到确保，就是说佛陀确保了男女的平等，比丘和比丘尼是平等的。当尊者来到印度时，他就呼吁尼众们要和僧众们一样在寺院学习，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大概需要20年左右来取得格西学位。第二点，尊者和我讲到的就是关于那烂陀的传承，因为那烂陀的精髓就是尊者特地指出了就是梵语系这个传承，他个人喜欢用那烂陀传承来称呼，因为这个体系呢是什么重要呢？因为它非常注重心理学和逻辑性。梵语系或者就是说的那烂陀传承，它注重逻辑和实践的真谛，不单单是依赖信仰。就如佛陀他尊者跟我说，佛陀亲自教导他的追随者要仔细检查他的教法。龙树菩萨也曾否决了佛陀亲自讲的教法，所以说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和逻辑相违背了。所以说这也可以看出是非常科学的一种方法。量子物理学我们也知道在西方国家是刚刚兴起的，但是在印度这门学科已经是累积硕久了。每当尊者他和我说他和现代科学家去交换意见的时呢，就是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那烂陀的传承是能够和现代科学并肩而行。汉传佛教也是来自那烂陀传承，更多的时间需要被用到学习法义和教法上去，不单单是出家人，在家众也要学习法义。尊者还特地告诉我了，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的告诉我，就是说要认真学习佛法。那烂陀的传承可以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如何去观察、去研究，就是对应的就是逻辑；如何去实现内心的平静，对应的就是心理学。所以说，单单念诵佛号并没有很大的帮助。第三点就是尊者提到了中国共产党有提到社会主义可以和佛法并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慈悲心，去尊重他人的权利，关注百姓，尤其是穷苦的百姓，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现在中国是混合的社会主义，我记得我当时就补充到和资本主义，当时我们两人都在笑，一讲到这，我和尊者我们当时是笑的都是笑口开颜。就是现在，然后尊者就说了，现在的社会主义仅仅就是嘴上说的罢了，在实际情况下，除了金钱还是金钱。我和尊者就谈到，这就是极端资本主义嘛，除了金钱还是金钱。我记得我们在快结束之后，尊者就有一次提到他在新德里和当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了。尊者就告诉了奥巴马前总统，在他之后
就是在尊者之后，他告诉奥巴马说，他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世界的和平。所以说这次和尊者的谈话，我记得1月份，那是天还很冷，真的是受益匪浅。你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所中学里任教，那么你在教课的时候有没有你个人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来自中国的那些学生有没有遇到一些中国的影响？我个人来说，我在昆士兰教学，我记得我当时是严格依照澳大利亚教程 Australian Curriculum 在进行教学，当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我记得在教授中文课时候，尤其是对7年级学生或者8年级学生，就是7、8年级这2个初级年级，非常强调，就是在教导他们不单单教导中文的同时，还要教导中国的其他族裔，就是少数民族，特地强调了藏族。这是和很多尤其像孔子学院派过来教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实行澳大利亚教程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教授学生们。但是对于您说的第2个小问题，就是说中国学生有没有受到中共的影响，我在想一定程度上是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真相，他们用错误的认知去看事实的时候，所以说就会引导出错误的结果。中国在很多西方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同时也开始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关注。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点我就是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因为我之前是在北领地，北领地的孔子学院也设有很多教师。我们先不讲北领地，因为我之前是在北领地，但是我们最近来讲讲最近比较火爆的新闻，就是说，孔子学院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所有的就是课程和教师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取消了。原因就是新南威尔士政府在做了单独的独立的报告以后，他们发现安插外国人员在政府部门之内，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受到质疑，尤其是从安全角度来考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我现在来讲回北领地孔子学院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我对这一点非常了解，以及我的很多同事也向我说了他们的担忧。主要担忧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说孔子学院的教师在教育学方面他们能力不够，因为他们的教育学能力，他们很多都是通过了一个大学的学位学习，并没有训练，就是通过教育学专业的训练，所以说他们对学生的不同的需求，尤其是以我们比较现代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区别化教学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法，对学生不同能力进行培养，他们是没有的。第2点就是教师的英文水平不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学院在招募孔子学院教师时，他们提到的是什么呢？一般对英语系国家要求就是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要达到雅思的6.5分，雅思考试就是说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英语语言水平测试，当然也是可以用别的英语测试来代替。对于非英语国家，孔子学院派的老师是要达到6分，但是澳大利亚教育研究机构就是 ASO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 它这个机构说的非常的明确，它对雅思的要求是7.5分，它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达到这个要求。所以说第2点让我们担忧的就是孔子学院的老师他的英文水平不足。第3点就是我同事他们现在人在北领地的达尔文，他们有目睹孔子学院的教师如何在教学。让我们担忧的是，孔子学院教师他们通过很多礼物，如大熊猫玩偶、橡皮、铅笔、玩具等等，经常每个月非常多次的去送给学生们，以博得学生们的欢心。这里讲的学生主要是小学生们，所以说当学生们，因为他们尤其是小学生们，他们的就是智力和综合能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境界时候，是非常容易会受到这样的诱惑的。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中间道路和汉藏交流，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对中间道路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就像我刚才还讲的，当我和我香港的朋友，当我和我很多华人朋友们，不单单是来自中国、来自新加坡、来自马来西亚，因为他们长期听到宣传，他们一直以为藏人，尤其是海外的藏人，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一直在寻求独立，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中间道路是不寻求独立，
就像我和我的朋友，尤其是当他们听到藏人是不寻求独立时候，我为他们讲解和说明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的会去支持中间道路。尤其像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像《环球时报》这类报纸经常进行，就是说对于大汉族主义的宣扬、大汉族主义的传播，导致很多人会去失去自己这种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对中间道路是不认识的，但是一旦当他们认识到了中间道路后，他们就会非常的支持。因为我认为中间道路有一点能让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们支持，就是不把西藏分裂出去，不寻求独立，而是寻求真正的自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华人以外，我认为就像我们青年人他们的就是可塑性是非常高的，他们和我们的上一代是不一样的。上一代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比较陈旧，他们并没有就是迫于改革，或者是他们对于现状表示的是一种无奈。因为对于现状的无奈，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去做。但是青年人却恰恰不同，青年人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他们勇于探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青年人对于他们，即使是在中国国内，他们用 VPN 用这种翻墙软件，很想渴望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他们仍然对于尊者有一种敌视，原因以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长期的宣传，中共长期的宣传，所以说他们仍然带有敌视。但是他们对尊者的称呼又发生变化，他们会用比较可爱的称呼，如大和尚、大喇嘛，这和上一代是非常有区别的。所以说我认为年轻一代是非常有希望，我们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所以说中间道路我们要加强宣传，让大家知道海外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尊者没有去寻求独立，而是寻求真正的自治，去保留西藏的文化。这个政策不单对藏人有利，对我们汉人也有利，对整个地区尤其是东亚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你觉得中国有没有民主化的可能？你对西藏获得自由是否乐观？我对西藏获得自由，近期来说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们知道近期国内对藏传佛教打压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从远的角度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中间道路这种不寻求独立、这种温和的政策会赢得大部分人，尤其是教育界、法律界等等的支持。就像我和我的同事、老师们去讲关于中间道路，他们非常的支持，不管是在中国的老师，还在海外的老师，他们非常支持中间道路，非常关注西藏的议题。就像我说，民主，中国将来肯定会走向民主，但是它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民主呢？这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我们看到欧美国家，像美国它是共和制民主，像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是采用议会制民主，像有些国家采用半议会制、半总统制民主，这还是有待考量。中国的一个大趋势是会走向民主的，但是它会走向一种怎么样的民主，这也是有待考量。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欧美国家采用不同的选举制度，有比例代表制，有单一选区制，所以说当选区制度，就是说这种投票方式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也是让我们有待参考的。所以说我们要具体看中国它会选择一种怎么样民主，但是大方向是没有问题，是会逐渐走向民主的。西藏终究就是会获得更高程度上的自治，但是这有待时间来参考。好了，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看。同时也欢迎张先生来到西藏之声做客，谢谢张先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